歡迎大家收睇東奔西跑。最近有市民留意到喺北部都會區古洞北有一棟非常特別嘅建築物，究竟係乜嘢嚟嘅呢？等我哋帶大家一齊睇睇。大家好，我係東奔西跑嘅特派記者，今日專程嚟到呢一度同大家揭開呢棟建築物嘅神秘面紗。小姐，請問你知唔知道呢一棟嘅建築物係咩嚟嘅呢？唔知喎，我喺呢度附近做嘢嘅，咁我見到好似砌積木咁一嚿一嚿砌上去，唰不聲幾個月就砌好咗咯。哇！我哋行咗一圈，原來呢個係房協位於古洞北工地嘅 MIC 多功能辦公室啊。MIC 多功能辦公室其實係指採用組裝合成建築法興建而成嘅，難怪起得又快又靚啦。房協而家有4個 MIC 多功能辦公室，包括位於九龍東北區安達臣道嘅智安基地、啟德嘅合一合、古洞北嘅協商同埋元朗嘅元龍聚。而呢個位於古洞北嘅協商，據了解係今年年初先正式啟用。不如我哋請房協嘅同事同我哋一齊深入解構一下。Christy 啊，想請問你哋點解要喺工地度起 MIC 辦公室嘅？工地辦公室咧好多時都係由一個個貨櫃箱組成嘅，而我哋就希望透過呢個 MIC 辦公室去為工友提供翻一個更加寬敞嘅工地綜合中心，去改善翻工作環境。唔知係咪因為咁樣，所以好多工友好中意喺度翻工呢？定係因為愛定責任啊？係 CS 啊 ，CES Customer Service 係 Caring and Safety 啊。工地呢度最着重安全，仲利用咗好多最新嘅科技去提升工友嘅安全意識，好似 VR 安全培訓。佢其實係一個結合咗建築信息模擬系統，亦即係 BIM 同虛擬實境 VR 技術嘅訓練，加強工友嘅安全意識，防止意外發生。哇！呢個 VR 搭棚訓練真係好驚險，嚇到我心都嚟一嚟啊！玩完之後真係發覺安全好緊要啊！係啊，所以喺工地做嘢最緊要就係安全、安全同埋安全，重要嘅嘢真係要講3次。Hannah 喺我身後邊呢個係 CMP， 亦都叫做中央管理平台。咁工作人員會透過 4S 呢個安全智慧工地系統，監察住一啲高風險嘅施工活動。例如工友冇戴安全帽，呢個系統會即時顯示，方便我哋管理人員即時處理。智能鏡頭錄影中，請佩戴安全帽及 Y 型帽帶。另外，工地嘅鏟車亦都設置咗 AI 人工智能鏡頭，當工友唔小心行咗入去佢嘅危險工作區域，鏟車就會即時發出警示。我哋除咗好注重工地安全之外，亦都好關心每一位工友嘅健康。我而家帶你去睇睇啊！你覺得呢度返工環境點樣啊？好好啊，有同我量氣壓啊，身體幾好啊。咁萬一有工友跌親呢，呢隻智能手錶咧都可以即時通知翻我哋啦。咁另外進行一啲高危嘅工種，例如吊運、進入密閉空間等等，萬一有咩事故咧，呢隻智能手錶嘅廣播功能都可以即時通知翻工友去撤離。有咩頭暈身㷫，第一時間就知啦。哇！呢度都有好多設施俾工友用喎。係啊，除咗安全，我哋仲好注重每一位工友嘅身心靈健康同需要，就好似之前所講嘅 caring。呢度好好啊，有個工友嘅休息室俾我哋食飯唞一唞。我最中意呢度呢，就係有沖涼房，沖完涼乾乾淨淨咁去收工。我最中意就係呢度有呢個籃球場同埋桌球室啦。公餘時間又可以篤下波、打下波，正啊！咦？點解有人唱生日歌嘅？係啊，我哋每2個月都為工友舉行翻生日會嘅，你都一齊 join 啊！好啊 ，Let's go！我哋定期都會派下生果、涼茶、禮物包等等，等每個工友都開心返工、安全放工。房協嘅 MIC 多功能辦公室的確好特別啊！呢個共享空間展現新工地文化，亦加強互動交流，提升工友嘅歸屬感同幸福感。好啦，今集東奔西跑嘅節目時間差唔多，大家記得 like 同 share 我哋呢段片，follow 我哋 Facebook 同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。我哋下次見。